10年徒手健身，練到肥同埋乾身我都試過，而我認為有90%嘅訓練者都忽略咗以下呢個極高效嘅變強方法。記得我大學 Year 2嗰年就去咗泰國度做義教，食咗極多嘅 peptide 同埋泰式炒飯，幾個月就重咗3至4 kg。當時嘅訓練量同埋強度係冇變，但係拉引體嗰陣體感就係越嚟越重，徒手動作嘅表現係急速下滑。然後翻到香港減翻磅，肌力係即刻翻去原先嘅水平。嗰刻我先真正體會到多餘嘅脂肪喺徒手健身嘅世界係 dead weight， 對表現零幫助。多年嘅經驗，我發現最好嘅體脂區間就係8至14%，呢個範圍會令你做徒手動作嗰陣輕身好多，但又唔至於要極端咁樣控制飲食，影響訓練同埋增肌。而以下就係2點具體嘅建議：一，當體脂超標就要即刻 reset， 例如你發覺自己嘅體脂肪過咗15%，開始睇唔到腹肌，咁就要降低熱量攝取，修正翻體脂比。二，增肌嘅速度要緩慢，處於增肌期嗰陣要避免體重上升過快。新手嘅話，建議每個月體重上升大概1%，而中階至到進階嘅訓練者就可以控制喺每個月上升0.25去到0.5%，避免增肌嘅同時增到過多嘅脂肪。簡單總結，練徒手減低體脂率係其中一個最被人低估，但同時亦都係最有效嘅變強方法。